你平時飲咖啡係咪一定要加奶精同糖先覺得夠味？但你知唔知咁樣飲法可能正喺度慢慢傷害你嘅血管同健康？好多人每日返工第一件事就係去拎一杯熱辣辣嘅咖啡，覺得要靠佢嚟提神醒腦，開展新嘅一日。咖啡喺好多人眼裏面簡直就係救命嘅水，甚至近年好多健康研究都話，適量飲咖啡可以抗氧化、預防腦退化，甚至對心血管有保護作用。但係如果飲咖啡嘅習慣同方法錯咗，特別係喺裏面加咗一啲你以為無傷大雅，甚至覺得口感更好嘅附加物，咁呢杯原本可以養生嘅健康飲料就會瞬間變成摧毀你身體嘅毒藥。有位腫瘤科醫生喺臨床上面遇到好多病患，平時明明好注重健康，唔食煙、唔飲酒，又會定期做運動，但係年紀輕輕就出現嚴重嘅血管硬化，長期失眠，半夜早醒，甚至喺體檢嘅時候發現身體裏面出現咗異常嘅發炎指標，最後仲演變成癌症。仔細一問先發現，原來問題就出喺佢哋每日都飲嘅嗰杯咖啡裏面。佢哋習慣喺咖啡裏面加入大量嘅植物奶精、人工果糖或者係香精糖漿。呢啲嘢看似只係調味，但係裏面隱藏嘅反式脂肪酸、高果糖糖漿同埋化學添加劑，正係促成血管硬化、破壞睡眠結構、加重全身慢性發炎，甚至為癌細胞營造完美生存環境嘅幕後黑手。先講下點解好多人會覺得飲完咖啡之後反而越來越累，仲要半夜3更失眠早醒。咖啡因本身係一種刺激中央神經嘅物質，佢可以暫時阻擋我哋腦裏面傳遞疲倦信號嘅亞腺苷接收器，令你覺得自己精神奕奕。但係如果你喺咖啡裏面加咗大量嘅精製糖或者糖漿，你嘅血糖就會喺短時間內急升。為咗平衡血糖，身體嘅胰島素會大量分泌，造成血糖迅速大幅下跌。呢種現象就係我哋平時講嘅血糖過山車。當血糖急跌嘅時候，你大腦會感覺到極度飢餓同疲倦，甚至會分泌大量嘅壓力荷爾蒙，例如柯提松。如果呢種情況喺下晝或者傍晚發生，你嘅壓力荷爾蒙就會喺夜晚依然維持喺高水平，導致你入睡困難，或者喺凌晨3、4點突然驚醒，醒咗之後就再都瞓唔返。長期咁樣失眠同早醒，身體嘅 DNA 修復機制就會大打折扣，免疫系統亦會隨之崩潰。更令人擔憂嘅係血管硬化嘅問題。好多人以為血管硬化係60、70歲老人家先會有嘅問題，但係依家好多30幾歲、40幾歲嘅打工仔做體檢嗰陣，血管彈性已經好似80歲咁樣。呢個罪魁禍首就係奶精裏面嘅氫化植物油，亦即係反式脂肪。奶精雖然有一個奶字，但係佢裏面其實一啲牛奶成分都冇，主要係由植物油、乳化劑、香精同埋糖漿混合而成。呢啲反式脂肪進入人體之後，非常難被代謝掉，佢哋會附着喺我哋嘅血管內壁，引發血管內皮細胞嘅慢性發炎。發炎會吸引低密度脂蛋白，即係俗稱嘅壞膽固醇，喺血管壁沉積，慢慢形成粥樣硬化斑塊。隨住時間推移，血管會變得越嚟越硬，越嚟越窄。高血壓、心肌梗塞同中風呢啲致命危險就會隨之而嚟。除咗血管同睡眠，最令人震驚嘅莫過於癌症嘅風險。腫瘤科醫生特別強調，慢性發炎係所有癌症嘅溫床。當你每日都喺度吞食反式脂肪同高糖添加物，你嘅身體就會處於一種長期低度嘅發炎狀態。發炎因子會不斷刺激身體嘅細胞，令細胞喺複製過程中容易出現基因突變。同時，高糖環境會提供源源不絕嘅能量俾異常細胞。癌細胞最中意嘅燃料就係葡萄糖。喺高血糖同高發炎嘅雙重夾擊之下，原本可以被免疫系統清走嘅異常細胞就會獲得快速生長嘅機會，甚至喺你不知不覺之間演變成腫瘤，最終搞到癌細胞有機會喺全身擴散。好多人會問，咁如果我唔加奶精，加全脂牛奶或者燕麥奶得唔得呢？呢度就要講到好多人嘅認知誤區。牛奶本身雖然含有豐富嘅蛋白質同鈣質，但係如果你每日飲3、4杯加咗大量全脂牛奶嘅乳糖咖啡，無形中你攝取咗過多嘅飽和脂肪同熱量，同樣會加重肝臟負擔同埋體內嘅脂肪積聚。至於近年非常流行嘅燕麥奶，好多人以為佢係植物奶就一定健康，但其實市面上大部分燕麥奶喺加工過程中，澱粉已經被分解成麥芽糖，碳水化合物含量非常高。飲一杯燕麥奶咖啡，其實就等於飲咗半碗飯嘅糖分，血糖同樣會飆升得非常厲害。其實咖啡本身如果飲得啱，真係一種好優秀嘅健康飲料。天然嘅黑咖啡裏面含有豐富嘅綠原酸、多酚類物質同埋咖啡因，
綠原酸係一種極強嘅抗氧化劑，佢可以幫手清除身體裏面嘅自由基，保護細胞免受氧化損傷，減低患上二型糖尿病嘅風險，仲可以促進脂肪代謝。多種研究顯示，長期適量飲用黑咖啡嘅人，患上帕金森症、阿茲海默症等腦退化疾病嘅機率，比唔飲咖啡嘅人低咗3到4成。但係所有呢啲好處，前提都係你飲嘅係純粹嘅黑咖啡，或者係冇添加任何人工糖分同壞脂肪嘅咖啡。只要你喺裏面加咗1匙奶精或者2匙精製糖，呢啲珍貴嘅綠原酸好處就會被完全抵消，甚至副作用遠遠超過咗好處。咁我哋平日應該點樣正確咁樣飲咖啡？既可以享受咖啡嘅香醇，又可以保護血管、提升睡眠質素、預防癌症呢？第一，最理想嘅選擇永遠係黑咖啡，例如美式咖啡或者手沖咖啡。如果你一開始覺得黑咖啡太苦，一時之間適應唔到，你可以試下選擇淺度烘焙嘅豆。淺焙嘅咖啡豆酸度比較明顯，苦味相對低，而且綠原酸嘅保留度亦係最高。第二，如果你一定要加奶，請選擇純鮮牛奶或者無糖嘅豆漿，而且每日嘅分量要有所控制，唔好當水咁飲。第三，飲咖啡嘅時間非常關鍵。好多人習慣一返工，朝早8、9點就立刻飲咖啡，但其實喺朝早8點到9點呢段時間，我哋身體裏面嘅柯提松濃度係全日最高嘅，佢本來就喺度幫你提神。如果呢個時候你再注射咖啡因，會干擾自身嘅荷爾蒙分泌，久而久之，你就會對咖啡因產生耐受性，越飲越覺得唔夠精神。最佳嘅飲咖啡時間係喺起身之後嘅2到3個鐘頭，例如朝早10點到11點左右，或者係食完午飯之後嘅1點到2點。呢2個時間點，我哋體內嘅柯提松水平開始下降。飲咖啡可以達到最好嘅提神效果，又唔會干擾正常嘅荷爾蒙運作。第四，下晝2點之後，盡量就唔好再飲任何含有咖啡因嘅飲料。咖啡因喺人體裏面嘅半衰期大概係6到8個鐘頭，意思係如果你喺下晝4點飲咗一杯咖啡，到了夜晚10點甚至11點，你體內仲有一半嘅咖啡因喺度運作緊。呢啲殘留嘅咖啡因會嚴重破壞你嘅深層睡眠，令你第2日醒嚟感覺好似冇瞓過咁，陷入越累越要飲咖啡嘅惡性循環。第五，飲咖啡嘅時候一定要注意補充水分。咖啡因具有利尿作用，會加速身體水分同埋微量元素嘅流失。如果你只飲咖啡唔飲水，身體處於輕微脫水狀態，血液粘稠度就會上升，咁樣反而會加重血管嘅負擔，增加血管硬化同埋血栓嘅風險。理想嘅做法係每飲一杯咖啡，就要相應咁樣補充至少1到2杯嘅溫開水。健康嘅養生之道其實就藏喺呢啲每日看似微不足道嘅細節裏面，唔好再被一時嘅口感同甜味迷住，亦唔好以為自己仲年輕就可以隨意揮霍健康。30歲、40歲看似精力充沛，但血管嘅老化同身體嘅發炎係默默累積緊嘅。從今日開始，試下戒掉奶精同埋糖漿，學會欣賞黑咖啡原本嘅果香同甘醇。只有用正確嘅方式飲咖啡，先可以真正幫自己抗氧化、護血管、預防腦退化，讓咖啡成為你健康長壽嘅好幫手，而唔係推你落病痛深淵嘅推手。你平日飲咖啡習慣加咩嘢？有冇試過因為飲咖啡而失眠或者心跳加速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經驗，大家一起交流健康嘅飲食心得。